桐树做青都爱入七彩柱嘅能量，將會開發。熱天，落日青太烏，如雷公旁天，樹每個七彩柱，運氣打下來，唔見疼了。哦，難怪哦，是你抽到嘅油桐樹冇開發哦。該今年你家多嘅油桐樹會開發麼？就愛認識你哋咯。我想七彩柱會係本太烏衝到些幅度要咧麼？梗係用得成人好呢。我要唔會超肥啊！你會麼？nhà bảo hết. 房樣呢條到來。哎呦，原來係你兩個蛇妹咯，嘿嘿，根本嘢上係選乜雞咯？司機。哎呦，阿妹哎，因為按欠水長的，你又唔係落湯呢，碰然後鐵然後加減先落肚，底下連硬冰冰嘅鐵甲也上愛先，實在很新鮮啊！哎呦，唔係啦，我就唔係愛心意啦，唔是咁啦。講乜嘅？我係本能用啦，我條來係上嘅長牙包氣，落些輔導hiệu，然後我條填簽東西啦。哦，原來係安樣的事哦。是講係誰呢？我又唔要超肥啊！你條娘愛叫。懂好啊。你條又沒唔的，將愛母黑嘅呢種叫。是做得到6天，數下過來，數下過去，冇法度到肥到都超肥啊！超肥啊，冇再跳啦。難怪哦，難怪該拜，以為人哋留佢停體足夠。梗係用得成人好呢。嘿嘿，該有好嘅哦，是講呢。愛啲咧。唔係，你唔係睇到出界。哎呦，你係用嚟造容嘅。造容？嘿嘿，講到造容，也是一定好哦。哎，阿寶嘿，清楚你好條路呢？你下生意長哪一好？哎呀，我係減肥嘅你唔係幫忙度度嘅上嚟識起咩？揾你咬一口啦！韓國，你見唔見清早未要留 any 聽書啊？好啦，我嚟要留住我簽證嚟啦。該是拜託你咯，亞寶嘿。亞寶嘿，加油哦！
嘿嘿嘿。冲啊！过来听啊！嘿啊，夹到人啊就讲啦。到底是什么解？就按袂上啊！你做的真嘅唔免爱送出来解啦！哎哟，用慢讲啦，迄讲咧说怕天公咯，上班免落一些台舞咩？要练又像雷公，铿铿锵锵。哎哟，吓死人咯！哎哟，像安样吼，你咧做就老人爱要下咯。哦，该你粒做啊，真正系老天公送本嘅礼物啦。嘿啦！长妹呐，我心肝上，你粒做的天窗唔系普通嘅做啊，无天窗就神奇嘅力量哦。哎呦，该就你粒做啥，真正当有福气呢。该到底系你啥？系你啥喏？系你啥？老街捏住表态人，危险，大危险啊！夹到老去挑剔啦！老妈嘅东西挑剔，炸弹，挑剔，夹挑剔，去炸弹呐！炸弹，你有炸弹？就係你無線燈該捏住啊！乜嘅？嘿嘿，唔错哦。係啊，因為佢講做嘅係炸彈，就係炸彈。有樣都冇。茉莉，有乜咧？係講冇大家按老愛聽書，愛真嘅唔斷用個實戰好。要保險？簽到嘞！真嘅好強哦！切菜住。要保險真嘅東西夢你哦。做得人一條聽書，萬星願望咧。我想係親愛日婆，今日喊到你會曉咧。你會曉咧啦？我是建材的位啊！哈？我老細人了都見親你，親唔到呢。細人了，你親唔到我日婆咧？細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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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細人了。阿日婆，你有養到細人了啦吼？你有沒有倆東西呀？人哋真呢？雖然呢，阿口遠，心夢，心